种，你们不知道这个现场这个白色啊，自己有灯不记得开。近景看一下。近景有点丑，确实有点丑。我都说了，这个白色真的丑哦。太突兀了，刷一点浅灰。灯光问题嘛，确实是灰色的是这样的呢，灰色是这样的，灰色刷上去是这样的这个柱子，但是要刷2遍，然后等它干一下。灰色是这样的，墩墩。哎呀，没人会刷白的。我都没见过那种。可能是刚刚因为那个颜色太暗，不是那个灯光太暗了。那个白色现场看它真的很丑。近看灰色好看，远看白色好看。大家说，金色不行，那个一般在老挝它庙里才刷那个金色的柱子，一般不行。这边白色、灰色，反正就这2种颜色嘛。真的很丑，你看再靠近给大家看一下。灰色更稳重一点，确实哈。不好意思，我就不信。白色是这样亮堂堂的、亮亮的，白色是这样。对，基本上只选这2种嘛。整体搭配嘛，因为是白色跟灰色嘛，只有这2种选择，别的就不考虑了。哎呀，对，白色是把那个柱子的颜色跟那个地砖的颜色给它隔开了，就是说给它隔开了。然后灰色的话，整体就融入一体了，那种比较沉稳大气的那种。白色很显眼，是这样。这是搞什么节目吗？今天他们那个白色相当于那个分界线一样的，就把那个柱子隔开，是这样的。嚯，我们该隔远一点看一下，它刚刚那个已经干了，大家再看一下。我们刚刚也没开灯嘛，那灯光也，大家看一下，白色的就是这种。不要近景，近景干嘛呀？你中午才看得出来，那就。咦，刚刚说白色，现在大家又说灰色多呀。好看哦。黑色占了2/3，灰色。大家说，我们明天。刷漆。咦，要我踩的这个地方洗一下哦。好了，进去吧，继续刷那个柱子。拿着吧。我们开始刷一下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来弄干水。好的，那个我们这样的，等一下我再去搞。来，把那个大门口这边跟那个一个刷白的，一个刷灰的，2个人一起干。那里还有一桶白漆呢，有个小桶呢。你拿那个刷子，然后他拿那个刷子。不，那边，在门口那里刷这里干什么？这边一个，他刷一个，那个大门口啊，有人来了，刷，你不管他，你刷你的。那个小桶呢，小诺？小桶呢？刷这边就行了，后面都不用刷，刷正面。来，刷正面，刷这边。来，刷这边里面。知道，不知道那个汪汪队叫谁？地上又脏了。哪里地上又脏啊？我没搞掉啊！你别笑我，吓我一跳。用那个小刷子。对呀，白色，你去拿一下那白色。那。呼吸烤啊！哪里白色拿过来呀？我叫他拿了。白色在哪里？我们远处看吧，不用近看了。灰色就是这样。那个小刷子给他，有吗？对，我们来等一下对比一下。这个是刷成灰色的，这边咱们安排成白色。然后大家就是说哪个好看，我们明天再整改。对，让小诺先刷。白色像玉。白色墩墩像什么？把那个帽子拿开，拿到房间去，这容易脏，这个倒是。给大家投票吧，我们投票看一下，我们刷成白色还是灰色？来，原色不好看，原色是水泥色，要么就刷成白的，要么就灰的。白色脏了没事，咱们漆的话很多，脏了刷一遍，这个不影响，脏不脏都无所谓。现在的话都不用木头的，直接混凝土就看了，好得多。怕那个木头那个腐烂，要打磨的地方或者补一下的地方再补一下也可以。看一下白色。白色是那样。明天好好把那个灰色等它干一下，明天看，明天再看。真的好看，这个灰色。对，是的，灰色的就像个石头墩墩似的。对，灰色就本色嘛。对，瓷砖上抹，瓷砖上不粘上了吗？我在洗啊。
你真是大聪明。那个又搞脏了，你看擦不掉的，擦不掉，越擦越脏。要拿一个纸或者是什么挡一下，或者是贴个美纹纸才行。这样不行的，很丑的那个边，不要搞了。先不要刷，要拿东西挡住。如果实在还是太丑，咱们就不要了。那个刷的那个灰色，那里边上不要刷，小一，先不要刷。你会搞到柱子上，不要刷，不要刷，要贴纸。明天我去老乡那里拿一捆那个纸来，好吧？你这样贴的话，它就是那个就跟狗啃了似的。所以说你又不懂，你也刷，没用的，没用了。要贴一圈胶带，那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们明天再看一下吧。如果是等它油漆干了再看一下。太白了，白色突丑，巨丑。三合院的复古风似的，然后白色的话就特别显眼，我感觉就特别显眼。灰色的话比较内敛，不是我说颜色就是白色嘛，就像白色一样的。猪肝色不行，猪肝色柱墩没有做那个柱墩的没有。一般就是白色或者灰色的多，就这2种颜色。一般像庙里啊都是金色的，古建筑嘛都是好像石鼓那种用石头的，一般它是上面是一个木头，是这么意思，下面是一个石鼓，做的石鼓就隔水，就是这样。坐这吧。对你辛苦了，我说吃点那个，吃点东西。锅里的水越生锈，我等一下就把那个倒掉，不着急。哥哥姐姐们，我一定会记得，等一下我就给它擦得干干净净，我拿纸给它擦。倒水，好的，丽丽哥必须，好的，六哥，你们大家又休息，明天有事情的早点休息，没事的。没事的，我们一会儿也下来就坐会儿。粉的话没有粉哦，只有泡面这里。对，大家没点关注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嘛，咱们亮个灯牌嘛，是不是？就支持一下。花花草草啥的，留下一点足迹。把锅翻过来，行，等一下我那个把那个翻过来，哎呀，我要吃东西了，哎呀，辛苦大家了哈，今天辛苦大家了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陪到我们这么晚，我们好久都没有播到12点钟了。小姨啊，那个隔壁那里是蹦蹦蹦是干什么呀？我特别好奇，大晚上的在那蹦蹦蹦。小姨。还要拿去啊？在这里吗？小姨啊。你没拿，这是沐浴露，你没拿。那个是洗发水。那洗发水就洗发水。อันนั้นของนั้นอันนี้ซ่า